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平安神，让我们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他。让我们先放下手边的事，拿起我们的手机，再次的来确认是否已经调为静音或震动喽。让我们专注，不被其他事情来影响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间。现在我们先安静，闭上我们的眼睛，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聆听神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举目仰望你，谢谢你吸引我们的眼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与你面对面。我们将这个时刻分别为圣归给你，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啊，我们欢迎你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深入触摸我们众人的心。我们深愿能够也愿我们的心灵深处来引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明白你的心意。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愿能够在每天所做的一点小事，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同时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日子里，无论在环境或是身体是那么样的脆弱，主啊，我们非常非常的需要你。主啊，愿你的能力来护庇我们。主啊，我们继续的将我们今天的时刻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的，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阿们吗？阿们。无论在各样的事上，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诉，神就会必用你专属的方式来回应你哦。神喜悦我们，无论大事小事都交托给他，也期盼无论我们站立在哪个工作岗位或位分上，都当竭力全力把每一个所交付的事情做好，哪怕只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但都必讨主的喜悦。这是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借由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鼓励。一点点小事，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小事，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信他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小事，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小事，会生出大大信心。一点点小事，当祷告也要精细，使人看轻微，却会讨主欢喜。使命不必在远方，理想也不遥远，只愿时时警醒，每步与主同行。每晨光阴
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来祷告。无论你住在哪里，请你站立在你的城市、你的国家当中，来向神献上呼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为我们所站立的地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我们的国家台湾站立在主你的面前。主啊，你爱我们台湾，台湾是属于你的，是你所掌权的。孩子也恳求你将治理的智慧赏赐，主啊，给我们的领导、管理、决策者。主啊，帮助他们可以从神而来的智慧策略来管理这地，恢复正确的次序与价值观。主啊，也求你倾倒你的爱在他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可以彼此来互相拥抱，接纳彼此的不同。主啊，也愿我们可以一同来经历你的国降临在这地的美好，如同在天父的国度里。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点点消失，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消失，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为神主大大信心；一点点消失，当祷告也要尽心，使人看敬畏，只会讨主欢喜。接下来，我们为着我们的教会、我们的3位牧长、区长、长职、小组长、各团队的团长、同工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声用我们的赞美、用我们的祷告来为他们守望，如同我们就像亚伦以及户尔一样来托住，来成为他们事工背后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的牧者来传讲真理。主啊，求你圣灵恩膏高过牧者口里所说的字字句句，主啊，都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因为主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使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使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主，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长职同工来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的长职牧者同工，主啊，使他们能够与牧者同心合一来牧养教会。也求你来纪念我们所有一切长职同工们的摆上，也求你持续的来加添力量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无论站在任何环境当中，依然喜乐的来跟随服侍。主，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点点消失，我也当竭尽全力；一点点消失，我也当顺服忠心。不要人看见，不要这世界纪念，心它也必将大事交我手里。一点点消失，也交托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为神主大大信心；一点点消失，当祷告也要尽心，使人看敬畏，却会讨主欢喜。最后，我们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人、配偶、孩子，或者是未信主的家人来献上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在一点小事上都来竭尽全力来服侍你。主也求你帮助我拿掉主啊对别人那个有色的眼光，甚至是属灵的放大镜，或者是我太重视别人看我的眼光了，多过于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乃是要合乎主你的心意，来讨你的喜悦。也求你紧紧的来牵着我的手，在我每一步的路上都来牵引我。
主啊，也求你来帮助我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啊，你说一人信主，全家必要得救。主啊，我感谢你，我相信我的家人都在主你的手中。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你，但是神你已经认识他们。主啊，按着你的时候来拣选他们成为神国的儿女。主，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使命不必再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世事尽息，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铭记是他身影，朝朝暮暮在基督里。使命不必在远方，异乡也不遥远，只愿世事尽息，每步与主同行，每寸光阴都珍惜，铭记是他身影，朝朝暮暮在基督里。每寸光阴都珍惜，铭记是他身影，朝朝暮暮在基督里，朝朝暮暮在基督里，朝朝暮暮在基督里。是的，我们要朝朝暮暮在基督里，因为他是掌管我们一切大小事的主。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在这里敬拜他，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耶稣在我们当中，好吗？感谢主，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耶稣，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和平之君，阿门。
圣洁美丽，耶稣我敬拜你，你是好的荣美，你是奇妙救主，在来之外，你是好的圣洁美丽，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敬拜你，耶稣我敬拜是的，神，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美丽，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的全心全人真的是降服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荣耀的，因为你是尊贵的，你是配得一切颂赞的。主啊，让我们的心真的向你敞开，愿你的荣光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今天早上的敬拜成为一个荣耀的敬拜，而且主，我们要再次的宣告，今天早上的敬拜是自由的，因为当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哪里就有自由。主要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敞开我们的内心，接受你的荣耀，接受你的灵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奇妙美丽。主要再一次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到在你的手中，也将我们今早的敬拜交在主你的手里，让我们是一个荣耀而且是一个得胜的敬拜。主啊，我们也将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也成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祷告。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祷告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恭受上帝的话，在以赛亚书43章16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古时候，上主在海洋中开辟一条通路，在浪涛中造了一条大道。他使一支强大的军队、战车和战马都毁灭了，他们完全崩溃，再也站不起来。他们被歼灭，像灯芯被剪断。但是上主说：“不要老记着往事，不要沉眠在回忆中。看那，我们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经发生，你们看得见。我要在荒野中开辟通路，在沙漠中挖掘河流。连野兽也要敬重我，野狗和鸵鸟都颂赞我。因为我在沙漠安置河流，在旷野开辟水源，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他们是我为自己造的子民，他们要向我唱赞美诗歌。献诗，我们由颂扬诗班来献诗。献诗的诗歌是他藏我心。献诗完后，我们由曾牧师来为我们证道。牧师要传讲的讯息是新的日子。我的
我们感谢颂扬诗班所带来的诗歌，愿神真的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扶持，也成为我们最大的鼓励跟帮助。特别当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愿神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在新的一年每一个日子、每一天都走得稳固。特别我们发现今年好像过得特别快，前2个礼拜我们才刚过完元旦的假期，下个礼拜就准备要迎接农历新年的假期到来。我想在每一个日子当中，在每一年的经过当中，我们要更应该去思考，在每一个日子里，何处看见上帝的恩典，何处看见上帝带领我们的脚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新的日子。我不知道新的一年大家有什么样的期盼，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但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在我们的这些期盼当中，真的有上帝的带领，有上帝的引领，成为我们最大引导的方向。在我们开始要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再次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也领受从你而来属天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今早的礼拜当中，真实的与你相遇，真实的经历到你同在的美好。将以下时间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说到今年其实过很快，我们现在上前2个礼拜还在元旦，下个礼拜我们就准备要农历过年了。在我们华人或者是你说这个我们的习俗里面，我们对于农历过年，我们好像比较相对熟悉一点。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1到12月，就1月、2月、3月到12月，事实上这每一个月份当初的定是从一个他们罗马的宗教、他们的神明所定出来的。在1月份元月份的这个月份里呢，当时的罗马宗教他们所用的是古罗马的一位神，叫一个双面神，他叫亚努斯。那这位神很特别，他有2个脸，一个脸展望着过去，一个脸看向未来。我想我们现在今年可以说还站在路口而已，我们好像也还在展望过去的一年发生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在看向今年会发生什么样令我们期待或者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部电影叫做《阿甘正传》，可能有许多人都有看过这部的电影。其中的这位男主角在电影当中有一句的台词令人非常印象深刻。他说：“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样的味道。一盒的巧克力里面，你永远不知道你拿到的那颗巧克力是甜的、是苦的，还是什么样的味道，永远不知道。你只有放到嘴巴里尝到那个味道，你才知道，哇，这颗是甜的，这颗是苦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口味。我想我们的人生，或是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在我们今年，我们可能已经有一些计划了，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划在我们的安排里，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会不会产生不一样的意外。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许多的圣经人物，事实上他们的生命好像也是这样，他们的生命好像也在吃巧克力一样。他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他接下来所面对、所经历到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的摩西，他的一生非常的特别。当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为了要保护他，所以就把他放到一个竹篮里面，最后被埃及捡到皇宫里面，然后抚养他长大。前面的40年，他在埃及里面当一个埃及王子，过着被人服侍，然后过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却没想到中间的40年发生了什么事？他必须逃到旷野，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必须逃到旷野，在那里牧羊躲藏起来。接下来后面的40年，上帝又叫摩西说：“啊，摩西，我呼召你回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你要成为他们的领袖。”于是后面的40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然后带领他们要慢慢走向迦南地。你看摩西的生命是不是像在吃巧克力一样？他可能觉得一开始哇，吃一个好甜的巧克力，好好吃哦，但没想到接下来吃到是一个好苦的巧克力，而且越来越苦。
我们的生命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可能还觉得啊，去年过得不错，最近过得不错，但会不会下个月、下个礼拜，甚至是明天，就发生了令你觉得意想不到的事情呢？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知道我们有谁可以依靠。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背后，我们知道是谁在带领着我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的经文，记载着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帝国，经过了快要70年。以赛亚先知鼓励他们，也提醒他们，有一天你们会回到你们自己的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在这个鼓励的过程，以赛亚也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也再次透过以赛亚43章的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甚至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日子开始了，但是在这样子的年日当中，我们可以如何来经历上帝更多呢？所以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在经文里面以赛亚所提到的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想往事，但是要数算主恩。好，回想往事，但是要数算主恩。我们刚刚所看的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我们刚刚所看的是现在中文译本，但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他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一开始，以赛亚用这段的经文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什么？事实上，这段的经文、这段的故事，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记忆在民族来说，他们记忆应该是非常的深刻，因为就是当时摩西要带他们的祖先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怎么办？但是上帝为他们开路，他们过了红海，然后这些军队就被淹没在红海里面。以赛亚再一次在这个地方告诉以色列人过去被拯救的经验。为什么以赛亚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不是直接告诉以色列人说啊，你们也当邓体啊，可以回去了，好好的回去过新的生活。为什么以赛亚要先说出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点是，以赛亚让以色列人知道，不是现在发生的才叫恩典，不是你们现在回去耶路撒冷才叫恩典，才是祝福。从过去你们的祖先开始，你们所经历的一切，那都是恩典，那都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所以一开始的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应当去思想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过去你们到底经历到了什么。在以弗所书的5章20节，保罗他也如此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段经文，保罗说到一件事情，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说到凡事，代表是每一件事情，好事、坏事、意想不到的事，都感谢神。我想以色列人被抓到那个巴比伦，被抓到70年，他们应该很难说出感谢的话吧？他们应该很难在这样的时间当中被抓的时间，然后一直感谢主，感谢主我被抓了，感谢主我这边当奴隶。他们应该很难说出感谢的话吧？但是以赛亚这样提醒，不要忘记，不是只有你们被抓那件事情，被抓那件事情没有上帝的保守吗？没有上帝的带领吗？现在你们要回来，也没有上帝的保守，没有上帝的恩典在吗？任何事情都有上帝的恩典在其中，不是吗？我想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精神，不就是要学习感谢跟感恩吗？不管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管我们经历到了什么，很清楚知道一件，我们的信仰的态度就是时常的感谢。无论在任何的境遇当中，以感谢神来代替生命当中许多的疑问和困难，以感谢来代替生命当中许多的疑问和困难。
在旧约当中也记载另外一个故事，当时约沙法王他面临四周仇敌的攻击，于是他的这些人民也非常的害怕，国王也害怕。但是后来约沙法王找了他的人民一起讨论该如何是好，找了这些祭司、宗教领袖一起讨论该如何是好。他们不是讨论如何逃跑，他们不是讨论如何投降，或者是如何可以进贡给他们周边的人。约沙法王跟他的人民讨论了之后，经文说与民商议了之后，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如果用台语的圣经，伊是讲要感谢上主，因为伊的慈爱煞到永远。约沙法王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把感谢放在军队的前面，把感谢放在人民的前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知道上帝的应许永远长存。当以感谢为开始的时候，困难就在后面；以感谢为开始的时候，这些仇敌的搅扰就在后面。当约沙法面对敌人的包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让歌唱的人，让人走在前面感谢神。神啊，就算在这样的情况，我仍然赞美。最后的结果，这样感谢的行动，反而让他们打败了他们的敌人。一个感谢的行动，最后的结果是打败了他们周边的敌人。我想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诗篇的诗人在116篇12到13节，他也如此说：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诗人如此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上帝在我们过去当中的恩典？就当称颂耶和华，称颂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奇妙作为。感谢神，在过去不论是好，不论是坏，都有他的带领。如果不是他的带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办法走到今日，也没有办法继续走向新的日子。所以以赛亚一开始跟以色列人如此提醒，就应当先感谢，就应当先称颂这位拯救他们的神。接着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告诉他们要忘记背后，而且要告别过去。以赛亚书43章18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我们觉得奇怪，上一段的经文，以赛亚才在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去感谢上帝，要怀念过去那个带你们出埃及，然后经历一切美好的事。怎么突然下一节，上帝透过以赛亚突然说：不要记这些事情哦，不要。为什么突然以赛亚好像说了一个不一样，跟上一段经文不一样的话？为什么上帝不要人去思想，也不要去纪念？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人很喜欢讲过去的事情，甚至喜欢沉浸在旧的地方。如果男生是当过兵的，你一定知道，只要一群男生聚在一起，一定会讲一件事情：当兵的经验。哇，过去这边其实有多好，当兵有多勇，可以扛那个机枪，扛那个炮，然后可以跑好几手榴弹，可以丢几公尺这样。然后男生们聚在一起就很喜欢讨论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叫你要丢这么远，丢得出去吗？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停留在过去的美好回忆当中。上帝也在告诉以色列人，确实过去我拯救你，让你经历这些美好事，没有错。但是我们过去生命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成为前进、成长的生命动力，但也可能是阻碍我们继续向前的障碍。为什么？如果我们一直只沉浸在过去的事情，沉浸在过去的美好的事，我们就忘记这位神是一位继续带领我们前进的神，带领我们经历更多的神。甚至我们有可能以为这位神他是不是所作为就是这样子而已？过去上帝就这样拯救我了，上帝的作为就是这样，上帝我认识这样的神就够了。如果我们一直只沉浸在过去，如果一直只记得过去的美好，却忘记继续往前看，
那这样错误的心态可以让我们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是什么。我用一个比喻来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潜水过，或者是去浮潜过？如果你有去浮潜的经验，你可以背氧气筒下去，或者你也可以不背氧气筒，就是下去，然后去看海底美丽的海底世界。如果你有浮潜过或潜水过，你就发现哇，去那个海边，海里面很漂亮，可以看鱼，然后看珊瑚礁，看各种的海洋的生物，很漂亮。但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在那个漂亮的海底，对不对？你不是美人鱼，你的氧气会用完，你憋的一口气会用完，你还是要上去换氧气瓶，你要上去吸一口气再下去。如果你一直只沉溺在过去那个美好的，就好像你在海底上，哇，海底世界好漂亮哦，过去的经验好棒哦，但到最后你只是没气而已，你只是一直沉溺在过去的美好事，却没有办法经验更多新鲜的事情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以赛亚怎么好像突然说啊，要忘记过去的事？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就是上帝做事都忘记，感恩仍然重要，但是仍然要继续向前。你可能会说，过去的经验不见得都是好的经验啊，不像海底世界那么漂亮。确实，过去的经验也有可能是不好的经验，也有可能是让你受到伤害的经验。但是，不论好或不好，都不是让我们只有停留在回忆的阶段。刚说，如果你都一直停在好的，你就觉得啊，我过去都这么好，啊，我现在这么糟糕，上帝，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或是你一直困在过去的不好。于是，那个更多的控告跟苦毒就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的命就是这么糟糕，我就永远遇到这么糟糕的事情。我想，生命当中的历练，生命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是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前进。这样的未来，在神的带领当中，才是有盼望的。当我们愿意开始去改变，开始去继续前进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上帝为我们有一条新的道路。非常出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曾经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心若改变，你的态度就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就跟着改变；你的习惯改变，你的性格就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就跟着改变。当然，他在说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的生命的态度。但何尝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在说的吗？如果我们永远不改变，一直紧抓着我们某些东西，觉得啊这就好啊，那就搞给啊，这样就够了。如果我们一直不改变，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对神的看法可能也是如此。如果真的我们对神有不一样的新的眼光在看见神真的是带领我们，而且是新鲜的，是不断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对于人生的价值，对于神给我们生命当中摆放的这个道路，我们才有新的眼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他也这样说：他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说，不是好像已经得着了，这样就够了。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背后固然重要，但往前更重要。目的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招他来要得到的奖赏跟更大的祝福。第三个，以赛亚先知也提醒以色列人，也鼓励我们要看见一个期待，而且发现一件新的事情。第19节，他如此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段经我们也常常看到，也成为我们时常写卡片也好，或者是传讯息给人鼓励，或者是一段祝福的话。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3件的事情。短短1节经文，他说：你们要看，看啊，要看见。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而且神说：我
必成就。你有没有去看？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事情，并且你有没有相信上帝一定会成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最后他说上帝必定成就，不仅是看见，不仅是发现，而且上帝已经要成就了。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经历一个新的事情，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美好的事情，我们也必须要走到旷野跟沙漠当中，不是吗？神虽然说你要看呐，但是如果你没有走到那里去看，你看得到吗？神说我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但是如果你没有站在那个地方，你有可以看得见吗？虽然神说我必，但是如果你没有走，你没有到那个地方去看见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看见。走进旷野，走进沙漠，我想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人喜欢到旷野，没有人喜欢到沙漠，大家都喜欢比较舒适的地方，大家都喜欢到一个比较习惯的地方。但是如果真的你要经历神要开一个新的道路，就必须要进到旷野里面。我想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确实要进到旷野。他们在巴比伦其实70年在那边，有些人过的生活还不错，有些人甚至成家立业了。你要叫他们回去，其实很难。你要叫他们回去，然后还要盖圣殿，还要盖自己的房子，很难。但是有时候就必须要走进去，踏出去，才会经历到这些事情。以赛亚提醒我们，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极大的鼓励，当我们学习放下很消极的，学习放下一个觉得好无奈、很冷漠，而反而用一个积极而且愿意挑战的心去面对，才有办法看到上帝要做的新事是什么。我想我们最应该就是存着一个盼望的心，看见上帝要成就的新事是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5章37到38节，他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洒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是新酒必须要装在新皮带里。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处处与他作对，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们的律法才是正确的，法利赛人认为他们讲的才是正确的。耶稣的出现，一个新的人出现，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们觉得耶稣是在扰乱他们的，冲击了他们的地位。但耶稣说这段话，他并不是说律法不好，或者是法利赛人不好。耶稣不是强调什么，不是强调说旧的就不好，而是耶稣在强调一件事情，在说一件事情。如果当一个新的事情要产生，当一个新的事情要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而你为了只保留旧的，而你拒绝了新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上帝时常用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时间，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不用一个开阔的心去领受，那我们可能就错过了一件事，错过了这件美事，也错过了我们生命可以更加开阔的机会。所以在以赛亚，所以信仰当中最重要一件不变的事情，就是在上帝的教导跟真理当中不断的改变。新的事情其实不断的进来，我想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给我们的恩膏也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更新。我想唯一的不变是我们在上帝的教导跟真理当中，我们不断的去领受，也不断的改变，让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成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疑惑的时代、不安的时代新的想象。我们不是只困在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的答案，不是只认为某些事情就只能靠这样解决，不是只有某些事情的标准才是对的，而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上帝的真理跟教导当中，在这个时代成为我们新的想象，走出一条上帝为我们预备新的道路。所以以赛亚在54章第2节，他也如此的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这句话也成为我们今年的鼓励，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愿神扩张我们的境界，愿神带领我们经历更多，不仅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上，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希望我们的教会今年真的是领受一个新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来成就，让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当中。更重要的，这个预备的道路，我们要凭信心来前行，因为主必保护我们，主必带领我们经过这条道路。最后的经文他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为什么以赛亚突然说到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鸵鸟也必如此？是他们要回耶路撒冷的这些路上的野狗很凶吗？流浪狗很多吗？并不是，而是在当时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的困难仍然摆放在前面。刚说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其实他们有很多放不下心的事情，他们要领受这件新的事情，他们有很多的困难。过去辛苦的家园，美丽的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坏了，圣殿被拆了，城墙被毁了。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只剩一团的废墟，什么都没有，而且被抓70年了。有些人可能有第2代、第3代了，有些人在那边有家业、有子孙了。哇，你叫他要放弃一切，然后要回到耶路撒冷，好像有点困难。而且回去要盖房子、盖圣殿，太辛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回去的四周围，路上仍然有许多的仇敌，等着要侵扰他们。甚至你看圣经，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盖圣殿，附近人就起来反对他们，控告那个波斯政府，让他们不可以继续来建造。但是上帝透过以赛亚刚刚的那段经文说，野兽、野地的走兽都必尊重我，野狗、鸵鸟也必如此，因为神是使旷野有水，沙漠有河，要赐给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述说他的美德。我想在这些困难的背后，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所遇到的这些种种的问题，很重要。以赛亚提醒他们，要凭着信心踏出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也会有不同的困难，或许此时你也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就摆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是你自己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孩子上，在你的家庭当中，或许此时你也面对一个困难。但是纵使面对困难，我们学习不是把困难无限上纲，而是需要在对神的信心当中寻找一条新的道路。确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踏出的下一步会经历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踏出一条信心的道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进到迦南地，摩西把棒子交给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先过约旦河，河水非常的湍急，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告诉约书亚，吩咐他们一件事情。约书亚记第3章第4节，上帝透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离约柜相离要2000走，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所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上帝透过这些话语鼓励以色列人，跟他们讲这条路没有走过，但是上帝与他们同在。他们不知道踏下那个湍急的约旦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踏进这个迦南地有什么样的困难，但上帝说跟着他一起走，因为这条路你们没有走过。我想新的一年，虽然现在才1月，不过接下来还有10几个月我们要经过，接下来10几个月我们也都没有走过，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走。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确实我们都不曾走过，我们也不曾经历过，但唯有的是上帝与我们同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是什么地方，所当走的路是哪里。
非常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回忆他的一生的过去。当他要宗教改革的时候，被许多人迫害；当他要编写圣经的时候，也遇到许多的困难。但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一段话，他说：“这些痛苦和困难，很像排字人所排的铅板。现在看上去是反的，也读不懂他们所表示的意思。可是看到签字板印在纸上时，我们就可以读得很清楚。古代的印刷要用那个铅板，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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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排，最后再用印刷的。当时的字是用反的，印上去之后，它才会变成正的。马丁路德如此回顾他的生命，他说：“哇，我的生命过去好像也看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困难？我很认真，上帝要我呼召我去做一些事情，我去做啊。我去做了一些为信仰做一些事情，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我看不懂的事情？他说的每一步怎么都是困难。但马丁路德最后年老回顾的时候，他说：‘哇，原来我以前看的居然是反的。’但到最后才发现，当他正的时候，看清楚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有上帝的带领。纵使现在看不清楚那个困难、那个挑战，现在摆放在面前，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但有一天，你会清楚地看见上帝的旨意是如何。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的回应诗歌，是我们很熟的歌曲，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诗歌许多人耳熟能详，而且很多人在灵修也好、祷告也好，也是常常用这首歌来作为自己的常听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的作者，他也是一位牧师。但是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在音乐上非常有才华，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写了非常多的歌曲，而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享受了许许多多的掌声跟赞美。他后来决定要去读神学院，后来去当牧师，但却没想到，当他在牧会的时候，当他在开始服侍的时候，他的婚姻出了一点问题，于是他的太太离开了他。当时教会的很多人没办法理解，于是都对他指指点点，常常在他的背后说许多的坏话。虽然他仍然尽心的服侍，仍然尽心的做许多他应该认真做的事，但许多的流言蜚语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指责他。他说，当他每次要去服侍，每次要去工作，每次要出门，一开车出门的时候，他就流着眼泪，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他不知道回想起过去是多么的风光，现在却接受这么多的挑战，这么多的问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有一天他要到教会去服侍，他把车停好在教会外面，他坐在车里面仍然哭泣着。但是在哭泣的时候，他也边祷告，突然一个旋律、一个歌词就进到他的头脑，就是这一首非常著名的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其实歌词当中提到了很多，特别他说到，虽然不知道明日将如何，但是前面是平坦或是崎岖，却知道上帝仍然在我们的背后掌权，我们便可以安然自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如此啊，我们不知道明日如何，甚至我们不要说明日，下一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不论平坦，不论崎岖，仍有一位神掌管着我们的生命，掌管着我们的明天。最后用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的经文，盼望也是我们的鼓励，也成为我们今年最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与你同在。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不要惊惶，因为他是你的神。神告诉你说，他必坚固你，他必保守你，他必帮助你，他必用他的双手扶持你。
愿这样的安慰，也愿这样的鼓励，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凭信心踏出脚步的时候最大的支持。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来回想，不论过去如何，我们仍然要数算上帝的恩典。不论现在你如何，都要期待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发生。不论未来如何，都要依靠上帝来前行。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新的一年要开始了，新的挑战可能也要开始了，但是新的祝福、新的恩膏也正要开始。要记得，在上帝的恩典保护之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隔绝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以及作为，让我们可以安然走过人生的道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同在，经历每时刻看见他的作为，给我们生命有新的成长以及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许多坎坷，有许多困难，有许多挑战摆放。或许就是此时，或许现在我们就正在处在那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主啊，求你再一次鼓励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害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惊惶，因为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可以坚强，因为你是我们最大扶持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新的一年、新的日子开始，让我们凭着信心踏出你我们预备的道路。虽不知明日如何，但知道主你仍然在我们的背后掌权，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帮助。求主你继续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时候我邀请大家，我们从最上站立起来，我们现在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以明天火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或阴天，或转阴暗。我不知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允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勉强临到，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许多事
那你明了，但是我们的神掌管明天，万我之主掌管明天，他必要带领我们向前，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你可以为你自己祷告。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或许前方仍然有许多的挑战，也或许你已经有你自己的计划，有自己的规划，但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真的是一生跟随在主的道路当中。或许明日真的不知道如何，但有主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身心灵软弱、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也经历到上帝的心事，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产生，使他们的身心灵都得着健康。我们也仍然为了我们的教会，新的一年有许多的事工，有许多的事情要来推展，求神来带领祝福我们的教会。也为了接下来新春的假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返乡，要出去游玩。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一路的平安，一切的平安。也在这样疫情的年代当中，我们继续祷告，求神将这样的疫情真的能够止息，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平安以及信实。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面前，真的向兄弟们的祷告，主，我们向你的恩典，主，我们这么同在，我们相信这里的看顾，主，我们相信是你的同在的时候，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看顾，主，我们相信这里恩典是你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每一个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谢谢你是咱们的同在的，是我们看顾，是我们在是我们看顾，是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是咱们的同在，看顾心的，谢谢你是咱们的同在，谢谢你是我们的同在。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许多高山低谷的时刻。有时候我们走在平坦，有时候走在崎岖，但主，我们知道有你在我们前面带领，你就必领我们走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再次经历到你的信实，经历到你的平安。主，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但我们仍然要数算你的恩典。主，我们不论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如何，我们仍然要期待一件事情的发生。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如何，但是我们仍然要依靠你给我们的信心，继续的前行。主啊，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教会。新的日子，领受你更多新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祝福我们，特别在我们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主，你知道他们的软弱在哪里。主啊，但也相信你的恩典必不离弃他们。主啊，你要告诉他们，不用害怕，不要惊慌，因为你必扶持他们，你必与他们同在，因为你是他们的上帝。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要让他们再一次勇敢的站立，再一次勇敢坚强，不仅站在众人的面前，也再次站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主啊，奉你名的宣告，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时时刻刻经历并且看见你新的作为，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一个新的成长，也看见一个新的祝福，让我们稳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人生道路当中，经历更多新而又美妙的启示。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的金句。我们看到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用他的门，用美进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我们再一次，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第4节。我们周报第2页，下周的主日是我们新春的礼拜，诗礼是我们满族长老。我们看到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第一堂1月15号举行洗礼式，我们为今天所洗礼的兄弟姐妹能够为他们能够持续关心代祷。第3点，本会今天1月15号召开定期小会，在下午的1点半，我们请小会员留意。第4点，本会在下周日1月22号农历初1举行新春礼拜。第3小点，除夕感恩家庭礼拜，鼓励兄姐在周6除夕在家庭聚会围炉前能够举行感恩礼拜。那第4小点，新春休假1月20号到21号，礼拜5到礼拜6，除夕的假期，我们这2天的聚会暂停，办公室也一并休假，会有若有事要联络，可请联络我们夏牧师。第5点，本会2月5号主日邀请陈坤牧师主持祷告培灵会。第7点，大桥教会在1月15号本日举行建堂手作义卖，我们欢迎兄姐能够踊跃的购买，并参与建堂的施工。第9点，其他消息的部分，爱心午餐在1月22号到1月29号这2个主日暂停供餐，在2月5号恢复供餐，那有不便的请见谅。其他的消息，牧区中总会消息，我们请会友自行来看。第8页跟第9页奉献若有出入，那请找我们的财务部来做更正。其他的部分，我们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介绍。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朋友，叫做卢海莹，卢海莹姐妹是不是？好，来在这里，前面欢迎你，欢迎你。他是台北来的哈，对不对？欢迎你哈，是一个大专团契的姐妹。那有几点的补充报告啦，就是我们看图片哈，牧师来做有一点类似加强宣传哈。这个是我们今年门徒学校有分2个级，一个是第1级、第2级。第1级就是我们一般的会友。还有去年受洗的弟兄姐妹，前年有的还没有修完课的，再来补课。那有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参加过，真的鼓励你来参加。那这19课等于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基本功哈，因为里面很多基本的信徒的一个造就都在这里面。那第2级是
我们的门徒学校第2集就是有关要当同工啦，要当干部啦，那再做一个加强的训练。那特别安排的时间是用礼拜天，比如现在我们是第1堂礼拜，对不对？第2堂礼拜，那你在第1堂礼拜来上课，就是不用跑教会2次啦，鼓励大家还没报名赶快报名，特别是去年我们请小组长来帮忙去年刚受洗的，他们可能还不了解这样的状况，鼓励他们来参加。那同时呢，我们今年也加了一个周间的查经班，由瑞平牧师来主持。那有白天班的，有晚上班的，所以你时间允许可以选择你要参加的班那这一次呢，我们所要研习的有2本非常重要的圣经就是我们的这个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欢迎赶快报名这样要准备材料比较方便一点春节过我们就开始要动起来了那第2个是我们在2月5号刚有报告，陈坤生牧师要来主持祷告培灵会，那2堂礼拜内容不一样，欢迎大家预备心2堂都来听了另外下午的就是也加了1堂下午堂这个下午堂呢，就是要特别是经历神营会的性质，所以我们小组长也鼓励初受洗的、刚受洗的，或是去年的门徒学校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这些都经历神营会，请大家鼓励下午都要来下午都要来参加，让我们去领受圣灵的同在那一种操练有陈坤生牧师还有2位同工要来协助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也很重要的一个研经班这个是神学院级的神学院级的，它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孙宝玲牧师，香港来的孙宝玲牧师，他是一个教授，senior教授他从3月2号到6月8号，那在我们教会开班，他平常是在神学院教课啦特别在跟我们教会有合作，所以这个等于是在神学院可能要2个学分或3个学分的课，那今天把它搬到教会来所以也鼓励你报名，才交1000块的工本费啦因为学会在神学院一节就要很多钱啦我们教会优待1000块因为要为你做预备材料嘛所以也请赶快来报名就是在礼拜4晚上的7点到8点40在3楼上课，那15周也是很扎实的，你要把一本圣经研究得很透彻期待你在15个礼拜你就非常好的基础了这个是我们新年开始很多课程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心来参加好，那还有1-2个提醒了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的诗会有报告说下个礼拜是春节，刚好是春节主日嘛所以我们只有1堂，记得只有1堂，那9点开始所以第2堂礼拜的怎么样？你要提早到，不然的话你11点来已经快结束了不要忘了有的人说我除夕家人聊天看电影搞到睡不起来怎么办呢那请记得春节要先来迎见上帝带领你一年得神的祝福大小都来我说大小都来，我们教会为小朋友预备红包了那一天如果小朋友来会发红包，那大人也有红包，是信仰经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信仰的红包请大家参加。那如果能够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祭坛那更好，除夕也好啦，春节也好啦，或是初2回娘家都可以这一点特别给大家鼓励。那我们教会今年的春节小春联来了你们家贴一张红红的，感觉很漂亮，对不对一张春节叫做主爱光照我家期待大家呢到楼下领可以回去贴在你们的
你们的大门啊，感觉说，哎，这个是教会的基督徒。有时候牧师要认不出来呀，就知道啊，这一间是富强教会的，因为呢贴了名字在里面，帮助牧师认你家哈。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春节前哦，大家赶快在打扫环境嘛，对不对？整理东西，很多人拿东西来到地下室要回收的哈，要二手物品啊，送给今年的建山教会在布隆族那边。不过牧师有一个建议啦哈，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哈你不用也不能用，不要送给别人，是很好用，但是我用不到，这样懂我意思吗？不要好像觉得这个丢了可惜，但是又不能用啊，你让人家载回去又把它当垃圾丢掉啊，多浪费，对不对哈？就说你觉得这个很好，只是可能我孩子长大了用不到，但是还很好用。衣服也一样哈，不要你就欠的已经破骨啊坑啊，你补的，你搁要给人，你都不穿了还给着别人穿，对不对哈？哇，这个是讲夸张一点，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送给别人的哦，是能用好用的，所以当成好礼物送给别人，而不是说我已经这个要丢掉的才送给别人，这样不好哈。大家也是尽量包装好了。我看好像有时候用纸盒装会比较好堆叠在一起当然用那个大的这纸袋啦、塑胶袋包也没问题反正我们在春节过后，建山教会在那个宝来温泉那边，建山教会他们要来领载回去，有时候要好几辆车子才能载得完所以大家尽量春节以前把它整理过来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桥教会呢，就是以前我们委员牧师牧养的教会，在楼下还有一些这个生鲜的比如说那个木耳啦这些春节如果吃大鱼大肉配一下那个小菜不错所以尽量大家下楼的时候一罐一罐蛮重的把它买回去，让你们家里的伴手礼或者家里面春节的用品给他们做义卖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教会弟兄姐妹你们在用东西是不是都忘记你的东西你的用品丢在教会都不来领奇怪。牧师如果只一支笔，我要找到可以才安心但是我们楼下好多那个水杯，一个都好几百块呢，大家怎么不领回去呢？记得春节过，如果你不领就干脆当礼物送给别人了，好不好？真的下去领，还有雨伞，如果下雨的时候会有雨伞最多的就是水杯了一些用品你注意看如果这个是你的，赶快领回去那我们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下礼拜都是假期所以我们教会在除夕开始都没有上班请大家预备好。如果说你真的是就是在星期五、星期六是休假时间，你要拿东西来放你要先按门铃，不然要打电话给牧师，不然门关着嘛，没有人上班，好不好？真祝大家春节记得无论是旅游啦，或是回娘家大家出入平安疫情还没有过，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比较好好，牧师做这个报告，我们来做结束。颂荣，我们请会众请起立，一起来唱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唱完之后，我们请牧师来祝祷。一起来领受从神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大家请坐，默祷散会。